投手就对啦。对啊，但是猫猫也很厉害，都有接到球哎。你们在聊什么？我也要听。彤彤姐姐，就是昨天我们跟某某还有点点一起去打棒球哦。某某丢球丢超远的耶！哇，所以昨天某某是投手啊？那你们的 Q 眼还有谁啊？彤彤姐姐 ，Q 眼是什么东西呀？我说 Q 眼就是球员啊，难不成你们只有3个人去打棒球哦？我们的球员还有点点。是哦，那下次我可不可以也当你们的 Q 眼？彤彤姐姐，你会打棒球吗？我会啊，我都有看电视哎，应该很简单吧？Q 眼，球员 ，Q 眼，球员。彤彤姐姐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现在啊，应该快3点了吧？快！我要看电视，我最喜欢的 Q 眼要出场了耶！那亮亮，你最喜欢的 Q 眼是谁啊？就是跟我一样帅的那个啊。哪一个啊？投手。彤彤姐姐，我以后要当个很厉害的投手。真的？那要多多的练习哦。好。可是彤彤姐姐，你可以先带我去买新的棒球和手套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用新的棒球跟新的手套才能变成厉害的投手。亮亮 ，Q 眼，投手。小朋友，你会打棒球吗？棒球很好玩哦。哈咕啦啦，下次再见。张伟亮，拜拜。